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明仔载就是春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分，春分的分。读分是文音，像咱讲分数，分嘛是算时间、算钱、算金仔、算土地面积的单位，像咱讲1分钟、1分钱、1分金仔、1分地。另外数学分数像有1/3，嘛会当代表物件的程度，像咱讲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另外，还有1分钱、1分过。啊，若是两个人无做伙、无斗阵，咱讲分开。果子若是熟啊，咱讲果子9分。另外，白音读做分，这个分嘛有发出去、分配、送出去的意思。甲人讨，咱讲甲人分。另外，台语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就是领养囡仔，咱讲甲人分来饲。带大家做伙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春分，就是24节气其中一个。这一天日是暗时平长。古早有春分节，也就是春分、秋分前后3天，加起来拢总7天的节。第二个词读做分配，分配就分配、做伙分担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明仔载就是春分，古早人讲春分每日平分，意思就是春分这一天，日是暗时，分配时间是平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分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分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分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